来看内阁人事，对英台财经内阁昨昏才正式公布呢，准经济部长是由这个中越公司这个董事长郭志辉来做。因目前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指控讲，郭志辉捌协助中国成立这个证券厂，以及正2年前捌这个违反着证交法。针对这点，准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就回应讲，中越公司已经讲过几摆啊，这个公司旗下苏州中越敢若承包废水处理工程业务，唔是协助中国起这个证券厂，若违反证交法这个代志，中越公司已经秉持上市公司的负责态度，主动去处理啊。准经济部长郭志辉5日控了后正式上任，严格身为中越集团董事长的伊，束缚国民党的立委指控，这种的中越公司旗下苏州中越曾经替中国设证券厂。财经媒体彭博直接点名4个台湾的厂商帮助中国华为来新建晶片厂，其中一个就是崇越，美国应该会非常关切。指控人员相定标准，更加点名倒英台内阁应该爱有一个交代。对于这件代志，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表示，根据中越公司几立边的说明，公司旗下苏州中越敢若承包废弃水处理工程的业务，不是协助中国建立证券厂。针对郭志辉违反证交法的代志，中越科技嘛已经提出上市公司负责的态度，主动更正。我们没有提供材料或设备，所以根本没有，因为不能算说我们有帮助他设厂，我们是帮彭新威盖，所以以为不是直接跟华为这边接触。行政院甲中越公司弄出面解说，新内阁也未上任，会有味都已经真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